大家好，想話乜嘢留言俾我。今日要分享嘅粉腸話咧係《阿凡達》第三集啦，咁我就未睇，咁遲啲就會睇啦。其實呢一套電影就梗係犀利啦，全球呢一個嘅票房紀錄最犀利嘅第一名啦，咁樣唔係全香港、全亞洲、全球啊咁啊，咁咧就即係記得第一集嗰時都好轟動嘅，題材好新鮮啦，即係好新鮮感，即係佢嗰啲嘅人嘅潘多拉星咁樣，因為個主線就係話人類去呢個潘多拉星啊嘛，即係有個癱瘓咗個前海軍呢個人啦，透過呢個阿凡達嘅計劃啦，潛入去呢一啲咁樣嘅納美人嘅部落啦，咁就學習佢哋嘅文化，但係就愛上咗嗰度其中一個嘅女性啦，背叛咗人類，領導翻呢個納美人就擊退呢個入侵者，即係其實就係講呢個個人嘅覺醒啦、文化嘅認同同埋即係反殖民嘅主題啦，嗰時就好犀利啊，同埋一個 3D 嘅熱潮啦，繼而之就係水之道，水之道咧就當然冇咗個新鮮感啦，即係你話如果相比較同第一集咁樣就好似冇咗嗰個新鮮感咁樣，好似冇咁刺激，但係個畫面都係好精彩嘅，因為佢用咗海咁樣嘛，因為就講翻呢一個嘅主角就組成個家庭啦，同埋就因為佢要避開人類嘅追殺，就去咗呢個海洋嗰啲嘅部落尋求庇護咁樣，就學習去適應啦啲海洋生活，但係最終咧都係要面對佢個大仔都死咗啦咁同埋人類全面嘅反撲所以個核心咧就係即係聚焦喺家庭嘅守護啊、族群融合同埋即係佢失去嗰個嘅傷痛嚟係第二集嗰個核心嗰樣嘢咁所以我好期待咧呢次第三集咧係有啲乜嘢嘅刺激到觀眾啊！講翻幅畫當然唔少得畫翻呢個佢哋嘅族人咁樣啦好多廣告其中一個一個半邊面咁樣又幾個特別咁揀咗佢嚟畫因為火啊嘛整到窿口窿面啊因為用咗一個啡色做底啦咁面上即係燒到黑色佢污糟邋遢咁樣嘅感覺所以用咗呢個淺啡色啡色黑色反而個眼咧就留翻有一個先係一個嘅留白佢先啦，跟住用一啲淺啡色咁樣畫到嗰個眼咧，青筋暴現咁樣同埋嗰啲織法其實好特別成隻好似貓科人咁樣因為又唔想咁單調右手邊就一個隱約寫咗一個藝術字嘅三字啦呢個第三集同埋因為要迎合翻佢呢個咁樣嘅燒到即係污糟邋遢啲灰燼咁樣啦，所以咧都係唔係一啲嘅實色啦擦個三字之後用啲手指出翻啲顏色上去變咗嗰個融合翻嗰個 background 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可以訂閱我哋頻道，撳下鐘仔 comment like share， 下次見。